在宝川前来保障，小弟无罪，并奉永乐太师甲表，封为永乐太后，奉永上清宫啊！下皇上。老爷啊，较讲嘛，阮迄个第三查某囝宝钏啊较友好，影若无啊，你这个头壳甲你的身躯就分开食。苏良夫这向前受封，万岁！苏卿啊，罗可公告。封为左班首相，王金川封为一品夫人。下皇上。传旨下去，王大李三上殿。去啦，是安怎啦？啊呀，行啦！老师啊，我令你才过来啊！传旨下去，大正公主上殿。阮又听声响。公主啊，有啥物代志烦恼啊？我问你，坐伫迄边身穿下披、头伫皇冠的女子是谁啊？伊是王宝钏啊，王娘娘啦。原来是伊啊！那呢？昨天若是进殿去，是要怎样咧？嘿，人王娘娘是这个，啊你是这个，你即摆来入去了后吼，你还去向人见礼啦？什么？我都爱去甲见礼哦。是啊，人伊是大个人，